其實都唔算第一次啦，第二次咯。今次係啊，今次嗯，咁你覺得開唔開心同我合作？等咗今日好耐，你知唔知啊？我由同你第一次合作等到今日，等咗好耐，等咗好耐，所以好開心。咁咧，其實咧，我準備咗一份禮物俾你。OK。係呢份禮物，我好少送禮物俾人嘅。咁啊，今次仲有咁多人，係好孤寒。咁啊，仲有一個台去送俾你。咁啊，其實呢份禮物咧，就我都準備咗42年。你都未出世。係啊，其實我41歲啫嘛。冇錯。我喺我媽個肚嗰陣時，咦？點解你媽講你舅？我今日好暴露喎，譬如話有啲。我諗係咪到啲 fighters 都好想你執電嗰粒嘅。Anyway 咁啦，準備咗40幾年啦，咁呢份禮物咁啊喺我媽個肚嗰度已經準備咗。嗯。咁我查一查，咁啊其實呢首歌係揾到啦，就係你呢隻手。命運是對手，永不低頭，從來沒抱怨本句，不去問理由，仍踏着前路走，青春走到白頭，成功只有靠堅守信心。多謝，中唔中意啫？我準備咗咁耐，好中意㗎。你唔好扮，你送翻俾我。尤其是輝志咁少送禮物，哇！我收到呢一份大禮真係所以咧，我其實都準備咗一份大禮俾你嘅。咁咧呢首歌其實我知道你對你嘅音樂事業咧，你唱歌咧係好認真嘅。咁但係我諗你其實仲有好多嘢，好多法寶係仲未展示出嚟，未俾大家睇嘅。其實大家期唔期待睇佢多啲？睇下即係似我齊啫，係咪叫我好多嘢都未睇嘅佢哋？呢樣係其中一個。我都好保守嘅。咁咧，但係我就想借住呢一首歌咧，就祝你喺你嘅音樂事業嗰度揾到錢啦，錢之外啦就揾到你嘅闖出你嘅一片天地，你嘅自己嘅天地。仍然是我有我自製造我夢與想，曾揚言我世界要衝破平凡狀況，沿路有你拍翼同步再飛往，我的天空色彩萬變更好看，仍然是我有我在兌現我夢與想，來環遊我世界，這一切自由自創，從沒界線跳遠上限更適當，心底天窗從今不可再關上。哇！我好中意嗰句環遊世界。係，我都好想。係，完咗呢個 show 你就可以翻到環遊世界。好。咁